阮的一个叫助理好，助理好，来请坐。喂，各位先生大家好时间咧过不紧啦已经迄个11:15咱今日去附近的时间是11:30咱今有这个机会啦，唔知咱各位先生，今日去哪有啥物心情无？有？来有？有啦就当然拄好伫咱要接受疫情的做一款的回顾，当然有前一主持来甲咱做一个心得的分享，感受呢是讲伫这个岛内底呢伊所体会到后伊这个岛上了后的改变，较拄啊咱这个大内单势咧，讲起来会使讲是足无简单啦拄啊伊家讲的伫这个乌社会内底伊就有讲，但是一份经历啦接受这个道场了后，伊体会足济。伫这个大内咧宣传呢，咱知影少男子的文章讲是迄个4楼，3楼跟4楼伊